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有学过台语的观众朋友，应该拢有听过“西湖八比高高唱落”，这代表台语八声调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字就是“八”，宝阿八读第三调，读做“八”。八是一款食灵的动物，外形和虎要相像，也阁比虎较细只。另外，毛是黄色，瓦加白色，较接偏有乌色圆形的喷点。因为真歹咬爬树食其他的动物。咱台湾嘛有出名台湾分霸，也毋过即马数量已经愈来愈少啊，已经是伫要绝种的保护类动物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拢是和霸有关系，咱生活中较常用的着。头一个读做虎霸母，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虎母霸母，或者是虎和霸生落来虎霸母。落尾讲是恰查某，因为性地真歹，也阁无讲道理。当然，现代性别平权，嘛有可能出现虎霸公啊。第二个词读做起霸标，就是亲像霸同款走真紧。简单来讲，就是紧酸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因这对翁仔某拄啊好，一个是惊某大丈夫，一个是虎霸母。翁若是一个听到某起性地，就那起霸标，走干那飞，莫怪两个人的脚，搁斗打甲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霸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